幾個簡單嘅問題。第一個就係喺文件入邊有提過個概念叫做地區康健中心，就係一個統一服務切入點。咁個最主要就係市民能夠經過地區康健中心可以得到服務，同埋可以配對到醫生。我想確認一下呢，因為之前嘅設計呢係，如果已經係睇開一個家庭醫生嘅人士，佢可以直接去家庭醫生嗰處係攞到個服務，同埋係確認嗰個醫生係佢嘅家庭醫生，做呢個登記。呢個仲係咁樣噶嘛？係咪？呢個係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呢，就係頭先呢個幾位議員提過呢，就係喺梁永傑醫生梁永傑議員提過呢，社區牙科支援計劃嗰處個數量呢都係略為不足嘅。咁會唔會有方法係增加嗰個服務點？除咗 NGO 之外，會唔會都考慮俾一啲願意加入呢個計劃嘅牙科醫生係加入呢個計劃啦？咁藥房分佈答咗，所以我唔再問。咁主要係兩個問題啫。好啊，咁或者請同事係揀扼要咁樣去回應啊。多謝主席，係嘅，即係我哋地區康健中心係一個統一嘅服務點，家庭醫生亦都係另外一個點。咁當然我哋想講，即係呢兩個網絡係要互相配合嘅，因為其實家庭醫生好多時都需要覺得其他嘅服務都幫到病人嗰陣時，我哋覺得地區康健中心都係一個即係切入點去幫到呢樣嘢嘅。咁多謝主席。牙科支援計劃嗰處計劃嗰度其實牙醫嘅專業團體都有不停接觸我，都會有相同嘅意見。咁我都係同佢講呢，就係我哋下一階段去做呢個擴充嗰陣時咧，唔排除即係可以考慮不同嘅方案嘅。